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呢個早年政府咧就係撥款啊200億元咧係打算咧係用嚟做咩咧？買一啲私人處所啦，或者鋪位啦，係俾一啲社福機構咧係提供服務嘅。咁就話截至去到今年嘅3月啦，4年幾以嚟啊，就話社署咧就係買咗5個嘅物業，實際開支咧就係大約係2.4億元。咁啊，如果佔個整體撥款呢個比例嚟講咧，就係1.2%，因為原本諗住係200億嘅咁。咁啊，最新嘅情況係點咧？勞工及福利局咧就係向立法會交文件啦，就話為咗確保公帑運用得宜，咁就提出咧將計劃財政嘅承擔額咧由200億元咧係減到去50億元。咁啊，之前亦都提出咧係為長者啦、殘疾人士咧同埋兒童咧提供福利服務咧，有一個嘅購置目標物業表㗎。咁啊話會有158個嘅購置目標啦。咁而家就話係建議取消呢一個嘅表嘅咁。嗱，成個嘅呢一個嘅計劃啦，或者最新呢個進展啦，200億元嘅承擔額咧係減到去50億元啦。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李秀榮，早晨。早晨，羅文，早晨咁多位聽眾。嗱，有關於呢個計劃啦，原本200億大概係即係買呢一啲咁嘅物業啦。咁另外嗰個進度咧都講到話，去到今年3月咧就買咗5個嘅啫。咁其實點睇嘅呢一個計劃嘅即係進展，去到而家呢一個嘅進度係點睇咧？嗱，當然啦，即係如果睇翻而家呢一刻嘅結果，買咗5個嚟講，確實不太理想嘅。咁我哋都要了解翻當中個原因啦。因為大家咧當時咧早幾年咧係滿心歡喜嘅，因為政府話攞200億出嚟去買一啲地方去做社會服務嘅時候，咦咁會唔會令到啲輪候嘅使用者有期望咧？咁係有期望嘅。咁所以而家得5個咧，可能不太理想。咁我哋當然啦都要了解翻當中嘅原因啦。咁其實我哋都理解嘅，咁後面我哋都理解就係話，你去買一啲嘅場地去做社會服務，咁確實係有一啲嘅局限嘅，可能係一啲 disable， 即係可能傷健人士，咁你一定嗰個處所想買嗰個處所咧，要有無障礙啊，或者要係合乎嗰個消防嗰個規定啊等等嘅。咁咧咁多局限情況下，如果佢全港去搜羅嘅話咧，咁我都有同佢哋政府溝通嘅，佢哋都好盡力去揾，咁但係可能都係物色唔到，因為呢啲市場嘅因素咧，其實就好難有一個100%去肯定去買。咁但係既然而家買唔到處所啦，究竟而家縮至50億咧？咁我哋自己都有啲睇法嘅。其實首先要諗翻當時我哋撥200億嘅初衷係啲乜嘢先？我哋初衷咧好希望幫到呢一班有需要嘅人士同埋佢哋嘅照顧者啊嘛。OK， 有處所嘅話就當然顧之然最好啦，係咪？特別輪候比較長時間嘅殘疾人士院舍要10幾年嘅時候，咁其實而家冇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將呢啲錢都係已出之物，亦都過咗財政預算噶啦嘅時候，攞嚟可能轉個 Plan B、Plan C 去協助呢一班有需要人士同照顧者咧？例如點？例如講咧，例如咧，我哋過去講好多。喂，我哋係咪可以設立啲照顧者支援中心啊？咁如果佢照顧緊殘疾人士又好，SEN 嘅小朋友都好，或者其他都好啦。咁其實佢如果真係有需要一啲 me time 放假，唔需要日日去做照顧者嘅時候，佢可以帶到呢一啲有需要人士去到呢啲照顧者支援中心、協助中心去幫佢有一個臨時嘅託管照顧住先。咁佢自己鬆一鬆放假，甚或係處理一啲私人事務都要有需要噶嘛。係咪？咁會唔會可以攞個1500億嚟做呢一啲咧？唔做處所，150億啊！你講緊？sorry，150億係啦，即係唔做買處所，但係用呢啲軟性嘅服務咧，甚或係咪可以上門去協助一啲殘疾人士照顧者同埋殘疾人士，睇下點樣可以提供一啲技術支援啊，甚至乎其他起居飲食嘅支援，其實都可以幫到佢嘅。其實簡單嚟講，我自己諗法就係希望政府唔好停喺度。雖然買唔到處所，但係嗰啲資源亦都可以好好運用，都可以幫到呢一班有需要嘅人士。不過有議員都提到話係咪可以將慳翻落嚟嗰個承擔額咧係投放資源俾社福機構嘅？咁之前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都有提到話，相關呢一個開支額度咧係列明只可以用嚟買物業嘅啫，唔可以改撥俾社福機構嘅。佢有個咁嘅講法，點回應咧？你又當然啦，同意嘅，因為即係喺政府入邊有個行政嘅程序，咁但係喺呢個撥款唔得啫。咁但係其實都係
左撥右撥嘅啫，左調右調嘅啫，係咪？咁可能係你呢個項目唔得嘅，但係你既然間有用剩嘅，你可能係開多個項目，就係攞嚟俾社福機構去提供相關嘅服務咯。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原意嚟㗎嘛，即係我諗唔可以俾行政嘅手段去掣肘住我哋嘅當時嘅初心，係可以希望協助到呢一班嘅人士同埋照顧者啊嘛。嗱，不如講翻咧，就算呢一個計劃啦，撇除嗰150億，究竟日後係咪真係可以用翻喺社福嘅資源之外啦？咁縮到去50億，始終同而家真係買咗物業嗰個錢都仲有一個好大距離啦。咁點樣再可以利用好啲，真係可以用到呢一筆錢咧？咁呢個都可能係關鍵之一嚟嘅。你覺得點樣係可以真係可以攞到呢個錢嚟救治一啲社福相關嘅物業，係可以買到多啲適合嘅地方嘅咧？又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咧，政府都可以檢視下而家已經有嘅，無論係啱啱買嗰5個，或者以前嘅政府嘅處所提供緊呢啲社會服務嘅地方咧，有冇機會可以做一啲調動？譬如話咩咧？譬如以前咧，可能係買個單位做長者服務嘅，但係嗰個單位咧，可能係就係具備俾照顧殘疾人士嗰個嘅局限嘅，即係可能佢嘅樓底又夠高啦，有無障通道啦等等。咁但係長者可能唔需要咁多呢一啲嘅嗰個處所，但係而家佢用緊個處所反而有呢啲，係咪可以有個調動？譬如咩咧？買一個新嘅處所，將舊底嗰個長者搬過去嗰度，然之後咧適合做殘疾人士等等嘅，就作為一個新嘅處所咁樣，即係有啲對調啊！我諗佢而家咧買咗5個咧，大概預留50億咧，我相信佢都好希望繼續去尋求適合嘅地方。但係正如我剛才所講，如果市場上係冇呢啲處所咧，即係其實真係可遇不可求嘅，有時有啲嘢。咁你唯有對調咯。係頭先我講嘅，可能你買一個處所，俾舊底嘅長者服務轉移過去，將佢舊底嘅會址咧攞出嚟做一啲新嘅殘疾人士服務咁樣咯。呢個其實都同當局有提過類似一個叫做替換安排啦，就係容許買一啲新嘅處所用嚟重置現有可能喺地下或者低層一啲用途上冇高度限制嘅福利設施。咁騰出咗嗰個位置就可以用嚟有啲有高度要求限制嗰啲嘅福利設施就用翻佢原本嗰個位置，有個類似嘅諗法嘅咁。但 Peter 話真係揾唔揾到呢啲處所，我見有啲嘅講法話，其實同而家政府去買個物業嘅程序嘅過程係咪太慢咧，或者中間太繁複咧，都有關係嘅咁。有冇聽過咧？或者中間呢啲位又可以點樣做咧？喺購置嘅程序係咪繁複嘅問題上面？嗱，係有少少嘅，因為咧。頭先講啦，嗰啲局限咧係嚟自不同部門去睇緊一條條例，譬如你講個高度限制或者點樣係消防嘅，咁你勞福局同或者社署同消防處又去隔離部門啦咁樣。咁其實咧遇到呢一啲，我自己認為最好咧就係將佢授權晒俾社署一條龍去睇，即係咩咧？可能社署嘅人員去了解個消防處嘅要求。社署人員有了解去屋宇署嘅要求，最後咧去買處所時咧，都係嗰位社署人員按照佢哋嘅要求咧做一個決定。如果咧你揾一個處所，然之後仲要經好多輪不同部門咁樣審批咧，你變相慢嘅。講真啦，事實上，如果出邊有一啲自由市場有業主係放嘅話，喂，啱價就放啦，唔通仲等你喺度輪住咁多部門審批咩？啱唔啱啊？OK， 好啊，唔該晒，李世榮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晒你。